好，哦，长风哦，这很吃点的，哇，抢这么多！我操，有钱了！这要挣钱，直接光明正大的抢人之家。那那个不从哪儿到的？那都看什么玩意？你看，你看。那可能不能开店的那种的吧？太极这个有。其实人家看一下，人家别看别人说话了。啥？垃圾走了。哇，人家拖起走。对呢。那人道主义的啊。怎么来不了？光好多。管你，我整的是嘛。